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8月14号。这一期我们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68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68天，也是穆吉塔巴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68天。最近特朗普關於中東局勢關於霍爾木茲海峽、伊朗這些問題的表態音量是越來越小，頻率也越來越低，看上去似乎在平靜但是伊朗這邊叫靜而風不止。同時美國這邊也有一些新的傳聞。首先根據這個以色列的媒體報道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國海軍上將他不是訪問以色列嗎？他在8月中旬在以色列訪問期間表示，對伊朗基礎設施的打擊將改變戰局，並給伊朗帶來沉重打擊。說在目前情況下，伊朗不會改變立場。這位將軍補充說美國可能別無選擇，需要以色列國防軍的幫助。什麼意思呢？這個國海軍上將的意思就是不行還得揍但是接下來揍還需要以色列配合。這個可以理解成美國和以色列又在對伊朗的治療方案進行磋商。這個苦我記得前幾天美國的這個左媒華爾街日報還有什麼紐約時報是吧？都說庫珀不是向特朗普以及特朗普周邊的這個什麼盧比奧萬斯建議對吧？停止軍事行動嘛，要撤軍嘛。理由有這麼幾個一個就是軍事打擊的這個邊際收益降低了，也就是再轟炸它沒什麼用。第二個說這個美軍的武器彈藥不夠了，大概這意思然後庫珀建議不要再對伊朗採取軍事打擊，這是左媒報道。但是今天對吧，以色列媒體又報道庫珀呼籲恢復對伊朗的空襲。你說這叫怎麼回事呢？所以我們作為吃瓜群眾冷眼旁觀，都是西方媒體報道的一個說庫珀，同樣都是庫珀，一個說庫珀要打，一個說庫珀建議別打，不知道哪個真的根據以色列第13頻道的媒體披露，在以色列會談期間，向以色列軍方表達了希望恢復並加大對伊朗軍事及基礎設施的打擊。庫珀認為，在此前的軍事行動暫停後若不進一步對伊朗的關鍵目標實施打擊，現階段很難促使伊朗改變立場。恢復聯合打擊是改變戰局的關鍵，且需要美以兩軍協同推進。可見這個特朗普確實一方面也要去對付伊朗，一方面國內也是焦頭爛額，馬上就要臨近中期選舉國內這個輿論變化也比較多。這些媒體現在都在大肆制造美軍一副這個叫敗軍之相，制造美軍在伊朗的損失和失敗的輿論戰，借機打擊特朗普派系的選情。確實現在愈演愈烈這個現在在炒作林肯號航母士兵痛不欲生投海自盡，林肯號航母上的士兵家屬也在鬧事對吧？等等特朗普也疲於應付然後這個萬斯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說他說我知道今天油價下跌了，比衝突爆發初期高點低很多，這就是我們首要目標。第二目標很顯然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得核武器。但是這個又被媒體解讀成說這個萬斯作為副總統認為伊朗的核武器這個不重要，降低油價是最重要的，是吧？這個今天我在媒體上看很多媒體都這麼說說萬斯首要目標是降低油價。實際上萬斯這個意思他應該講現在當前短期內目標是要降低油價，這不矛盾最終要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器，這個要能理解對吧？中期選舉之前這油價必須要降下來，這是他的首先目標對吧？後面才是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器。但是媒體給他解讀說你看萬斯投降了，萬斯說了美國不是為了这個阻止核武器，是為了石油，為了油價。萬斯說
他說，總統就是特朗普啊，正灵活運用外交、軍事和經濟手段推進目標。雖然伊朗行為難以預測，但他對實現目標有信心，最終將確保美國更強大，伊朗無核武器，霍爾木茲海峽通暢。所以說，理解成階段性目標是要降低油價。這也能理解特朗普為什麼現在的吧，已經縮回去了，就是不再發表那些強硬说话，這個言論，也不再威脅恐嚇伊朗，也不再發動軍事打擊，是吧？就是靜觀伊朗的做法。這個新加坡聯合早報啊，他有一篇報道說啊，軍事壓力未奏效，美國又壓住經濟施壓，使伊朗屈服。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至今未能使德黑蘭屈服。如今，特朗普政府再次壓住曾經採用的極限施壓手段，希望窒息式的經濟壓力能讓伊朗政權投降。分析認為，這標誌着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策略的顯著轉變。特朗普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曾對伊朗採取極限策略施壓，但沒能達到預期效果。不過，他和他的團隊相信這次可以成功。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沃爾茲8月10號告訴美國福克斯新聞，由財政部長貝森特領導的經濟狂怒行動正在摧毀伊朗經濟。你看啊，特朗普日前也對美國新聞網站阿克西奧斯發表類似言論，聲稱他對伊朗採取低調態度，還說伊朗當局已經沒有錢發券。也就這2天確實啊，特朗普明顯的對伊朗的這個表態調門低了，頻率降低了。他們的表態與一些分析人士的觀點不謀而合。這些分析人士認為，伊朗政權正處在經濟崩潰的邊緣，而且通過區域其他國家規避制裁的空間也越來越小，周邊王爺國都被他打過一遍，對吧？都打過一遍，那你說誰還配合他幹那些這個逃避制裁的事呢？美國財政部前制裁官員馬萊基對彭博社指出啊，他說包括阿聯酋在內的一些司法轄區曾被用於規避制裁，現在他們對伊朗非法金融和貿易的容忍度已大幅下降，全球市場對伊朗商品依賴程度也有所降低，因此美國現有制裁措施會更有效果。從實際情況來看啊，他說美國對伊朗幾十年經濟制裁並未引發任何實質性的政治變革，也沒能迫使荷蘭在核計劃上讓步，或者放鬆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分析認為，伊朗政權已根深蒂固，不會因制裁而改变。儘管如此，一名白宮官員堅稱，制裁和海上封鎖已使伊朗徹底破產，特朗普在未來幾個月還有很多手段可以利用。這名官員沒有透露特朗普的具體計劃，但彭博社報道，美國依然可以加大德黑蘭出售石油或將收益匯回國內的難度，也就是你怎麼把這錢外匯怎麼弄回去呢？不過制裁力度每提升一級，外交成本就會增加，而且進一步的經濟損失能否絕對轉化為政治讓步也更不確定。布魯金斯學會專家告訴法新社，他說伊朗的經濟狀況極其糟糕，根本無法進行任何有意義的石油運輸，而且仍受制裁困擾，也不能動用海外資產。可問題是，伊朗領導人真的在乎嗎？我認為有點，但並不非常在意。也就是說，制裁給伊朗制造的困難那是現實的，肯定有。但是伊朗的領導層他認為他們能扛，吃草也能扛3年，就這意思。一些觀察家認為，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上周任命多名強硬派人士執掌關鍵安全職位，意味着伊朗政權正從防禦轉向進攻型的威懾戰略，準備應對曠日持久的衝突。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顧問納克迪本周告訴國家電視台，只要條件允許，命令下達，我們就必須能夠深入敵方領土作戰。在美国的制裁之下伊朗國內經濟那是越來越陷入崩溃。伊朗汽油價格驚人上漲1600%，就漲了16倍，面臨新的動盪風險。伊朗政府在革命衛隊控制下，正悄然在科爾曼等地區啟動局部推廣，以測試公眾反應。燃料價格正從平均的5000里亞爾飆升至每升毀滅性的87200里亞爾，以迫使民眾在嚴重短缺中節約使用，也就是漲價通過漲價來調節伊朗民眾對這個能源的使用。
這對政權來說啊，是一場高風險的賭博。就在伊朗啊，他们表態要跟特朗普啊鬥到底，一直要鬥到啊特朗普下台。結果這個美國的國防部長啊，他也表示啊，可以無限期維持對伊朗海上封鎖。也就是你也別想着做夢啊，想着要美國解除對伊朗的封鎖啊，做夢啊，想着美國不行了，封鎖不了了。美国国防部長豪克塞斯13日表示啊，美軍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可以無限期維持對伊朗的海上封鎖。根據美國大全新聞網報道，豪克塞斯當天在巴拿馬向一艘美國軍艦上的官兵發表講話後，對媒體說啊，美國海軍完全有能力無限期的維持這種封鎖，因為我們會像過去那樣繼續輪換艦船。這個伊朗啊，還要反過來威脅啊，要升級衝突。你看啊，這叫特朗普想消停是吧？那可消停不了，不是特朗普說了算。13日，伊朗最高領袖顧問穆赫貝爾呀發文說啊，如果伊朗提出的條件得不到滿足，將採取升級衝突的方式予以回應。就是我提的條件，特朗普你也不答應，不答應我就揍你，就升級衝突的方式予以回應。你看看，3天不打啊，上房揭瓦，開始蹬鼻子上臉了啊！特朗普能不能忍得住呢？特朗普現在就學司馬懿啊，你諸葛亮隨便罵我，就是不打，就是不出兵啊，就是不跟你決戰。哎，特朗普現在就要學司馬懿啊，這家伙肯定是看過三國啊。這個穆赫貝爾他說伊朗最高領袖的明確戰略，在伊朗條件未滿足的情況下升級戰爭，將維護全球權力格局。伊朗的安比亞卡塔姆中央司令部發言人表示啊，說霍爾木茲海峽仍然處於伊朗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駁斥了美國關於船只在該水道正常通行的說法，稱其為虛假信息和謊言。發言人說啊，沒有任何商業船只或郵輪可以在沒有伊朗武裝部隊的授權和監督的情況下安全通過該海峽。他認為美國的威脅僅僅表明美國的絕望和無能。他補充說啊，伊朗軍隊正密切關注美國和以色列在該地區的動向，並保持高度警戒狀態，警告說啊，任何威脅無論其性質和程度如何，都將受到更加嚴厲和沉重的回應，以捍衛伊朗主權和國家利益。所以你看啊，朗子的調門反而越來越高了啊。彭博社報道，伊朗現在已經從防禦轉向了進攻。這個阿聯酋國有石油公司叫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宣布啊，據瓦姆報道，幾小時前，伊朗在穿越霍爾木茲海峽時襲擊了其2艘船只，這使得自伊朗戰爭開始以來被伊朗襲擊的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船只總數達到了18艘。朗子確實啊，還在打擊這個穿越霍爾木茲海峽南線的這些油輪。但是特朗普對媒體說，對吧？美軍已經完全掌控了霍爾木茲海峽，並且啊，把海峽的水雷都給排掉了。但是伊朗是一再聲稱啊，霍爾木茲海峽就在伊朗革命衛隊的牢牢掌控之中。到底誰說的是真的呢？現實是啊，從波斯灣流出的石油如今比衝突爆發前還要多。美國海軍正在為船只提供護航。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的輸油管道正在迅速的擴建，而美國能源出口創下歷史新高。伊朗過早的打出了自己最後一張牌，就是霍爾木茲海峽。現在霍爾木茲海峽這牌打出來了，效果正在減弱。這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啊，克魯格曼，他寫了一篇評論，他說為何油價沒有更高？也就是霍爾木茲海峽打成這樣，對吧？一會兒停一停，一會兒開一開，一會兒關一關。哎，油價好像到了80，就在這晃蕩了啊，連100都沒上了。為什麼呢？更沒有到150，對不對？這個伊朗人還是很失望的啊。霍爾木茲海峽沒開，這油價也沒上去，那你說你封鎖了個寂寞啊？文章說啊，他說特朗普的身體狀況並不好，不幸的是他同時還是美國總統，這意味着他無法接受現實所造成的代價，最終要由所有人承擔。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堅持聲稱自己對霍爾木茲海峽擁有完全控制，但除非他能想辦法把石油裝進餐飲推車裡偷偷運出去，這是為了這個諷刺啊。特朗普不是在這個土耳其嗎？
本來上空军1號，最後從空軍1號的这個後面啊，通過餐車運到另外一架軍用飛機上，玩了一個金蟬脫殼。原因什麼呢？原因就是說有情報顯示伊朗人正在附近用那個肩扛式防空武器鎖定了這個空軍1號。但據說這個情報是由以色列人提供的，所以現在我看媒體也在指責以色列你是不是在提供假情報，挑撥美國和土耳其、美國和伊朗的關係，對吧？讓特朗普繼續對伊朗進行打擊，而不是談判，就這意思媒體都在猜測但是特朗普自己也承認了確實有這個從空軍1號轉移到軍用飛機上這一個細節，而且特朗普還對吧帶了隨身的秘書轉移的時候沒有轉移那個卡羅琳，轉移的是另外一個秘書，所以有媒體當然這只是小報媒體的猜測是說卡羅琳吃醋了對吧？他忠心耿耿的效忠主子特朗普，結果特朗普在最危險的時候是吧撇下了他，獨自帶着另外一個秘書跑了。讓他成為誘餌，暴露在伊朗人的這個導彈之下。成為誘餌的不光是他還有貝森特，是不是還有這個盧比奧、豪克塞斯都是誘餌。當然這些都是媒體說的不知道真假，大家就當個花邊，當個什麼娛樂新聞。那麼這個克魯格曼就諷刺特朗普嚇得在餐車裡面轉移，或者與伊朗達成協議，否則經由這條海峽運輸的石油仍將維持在極低水平。是吧？而在他承認自己主動發動這場戰爭已經失敗之前，這樣的協議也不會出現。霍爾木茲海峽關閉意味着油價在可預見的未來仍保持高位。此前市場一度相信協議真的即將達成，油價也因此短暫跌回接近戰前水平。好，這是克魯格曼他就說了他說這裡有個問題，他說油價為什麼沒有漲得更高？但是在市場開始預期戰爭即將結束之前，油價曾經超過每桶$100到過100，對吧？那麼現在為什麼沒有重新回到$100甚至以上？這就是問題對不對？現在又接着打了，雖然沒打，但是海峽是關着的，為什麼油價再沒能回到$100以上呢？他說，此外與戰前相比，目前油價只高出大約每桶$25。而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分析人士此前都認為漲幅可能遠遠超過這個水平，也就是說現在油價漲幅低於各路分析師專家的預測，實際上油價就沒怎麼漲。這個克魯格曼他說他說答案很大程度上在於油價其實確實已經更高了，只不過你需要看對數字。他說看對數字是什麼意思呢？他說沒有人會直接燃燒原油，人們實際消耗的是由原油煉製出來的產品，主要是汽油和柴油。這些純品油價格此前因為所謂的和平即將到來的錯誤消息而回落一段時間，但現在已經重新升至近期高點。就是說成品油價格為什麼漲呢？而原油價格並沒有漲。實際上答案比較簡單因為戰場不光在霍爾木茲海峽，實際上俄烏那還有一個更大的戰場，而俄烏戰場打的是什麼？打的是煉油廠，對吧？霍爾木茲海峽打的是什麼？卡的是原油。原油這塊呢，實際上對吧？經過幾次折騰，它已經下去了，它上不來了。但是煉油這塊產能短缺是吧？俄羅斯將近50%的煉油產能沒了，那這個對全球的影響，所以全球的能源價格，就是成品油的價格，它並沒有回落多少。它不僅受原油價格影響，它還受煉油能力的影響。所以說這些東西不能混為一談，一碼是一碼呀。所以這個克鲁格曼他認為由於煉油能力被烏軍給摧毀了，就是打掉一個缺口嘛，打掉一塊，導致什麼呢？由於煉油能力在下降，所以也壓制了原油的價格。也就是你原油太多了，人家煉不了了，都飽和了，对吧？大家想象一下全世界都是一個廠，你的原油也是一個廠，煉油也是一個廠，煉油能力下降了，你原油出来多了沒用那價格只能降，就這意思但是大仗就這麼個大仗，但是呢，結構性的对吧？區域性的，說不定這個地方它原油價格漲，那個地方原油價格沒漲，這個地方成品油價格漲了，但是有的地方成品油價格並沒有漲，那是結構性的全世界這個大仗就這麼個仗。所以說
克魯格曼他就認為啊，所以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雖然給關上了，但是它的原油市場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就這意思。那反過來說啊，如果要讓美國的通脹下去，你光把這個原油價格搞下去還不行，對吧？搞下去當然是必要條件啊，但還不充分。充分條件就是煉油能力還要提升，因為你要把俄羅斯損失的那個煉油能力給它在別的地方給它補出來，那就指望着印度吧，或者是對吧？另外一個印度啊，他這個說的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啊。我們再看啊，這個我們以前說了，特朗普他雖然啊現在調门降下來了，也不打了，但是啊不代表伊朗日子就好過了。伊朗的抵抗之狐，伊朗的白手套，伊朗的代理人，那是一個一個的进入最後的消亡时刻。这個現在啊輪到誰了呢？現在輪到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那個黎巴嫩真主黨那肯定是翻不了大浪了啊，已經被以色列給盯在那兒了。哈馬斯那也是對吧，指日可待。胡塞武裝呢，現在被阿拉伯在那兒也開始收拾。你看看伊朗支持的這些反对這些這個抵抗武裝代理人都在受到剿滅。今天就是介紹這個啊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這個我們以前也介紹過。伊拉克消息人士周三透露了政府計劃細節，該計劃將在2020年9月30日武器收歸國家管控的最後期限到期後實施。什麼意思啊？伊拉克實行了一個政策啊，就是今年9月30號，所有的民兵組織武裝就地繳械，把槍交給國家，以後國家只有政府軍了，沒有什麼地方武裝，老老實實都交槍，什麼什葉派民兵沒有了。好，那麼如果到了9月30號不交槍怎麼辦呢？人家有辦法啊，計劃包括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所辖的派系領導層據點實施包圍，為其逐步瓦解鋪平道路啊。在伊拉克境內居然還有直接歸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的嫡系，你說說吧？你說這個伊朗，你說毛拉你不打他能行嗎？他居然在伊拉克國內啊還有革命衛隊的嫡系在那兒，那人家已經瞄準了啊，你管你什麼系都得交槍，不交槍把你包圍。與此同時，伊朗官員正試圖阻或推遲該計劃，儘管巴格達方面已設計了一條不會導致武裝對抗的路徑。伊拉克總理扎伊迪此前已將下月底設定為美軍撤出伊拉克的最後期限，同時也是武裝派系武器收歸國家管控的最後期限。美軍撤軍，伊拉克什葉派民兵也得交槍，就這麼個事，最後期限。消息人士告訴中東地區一家媒體，政府計劃在9月30日之後部署正規部隊、反恐部隊和精銳部隊，圍繞武裝派系作戰中心及其周邊道路展開行動，目的是限制這些地點的人員和物資運輸流動。消息人士稱啊，政府軍將逐步設立由軍官指揮的檢查站，以及監控武器流動以及予以收繳，重點關注無人機和導彈。一位了解有關伊朗革命衛隊所轄派系武器問題敏感討論的消息人士表示，政府軍將逐步系統性的收緊對這些地點的限制，甚至達到能夠對其施加控制的階段。這是多年來一直難以實現的目標。這個大家還記得這個伊拉克的總理扎伊迪，他本人就是什葉派。一上任之後，第一件事幹什麼？先把政府裡面跟伊朗關係親近的官員全部給逮了，以反貪污的名義，是吧？有天夜裡出動軍隊啊，抓了好幾十人呢，包括一個女議員，就是所有伊拉克政府裡面的親伊朗派，以貪污的名義給他們清洗。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跑到美國訪問去了，是不是啊？跟特朗普啊在那兒訪問回來就幹這事。所以你沒發現嗎？就是正在剪除伊朗的白手套代理人。這是人家就是巴格達，对吧？伊拉克人家的內政，人家政府軍去剿什葉派民兵，誰也說不着什麼。反過來伊朗，你沒有道理，你干涉人家內政，實際上就和這個黎巴嫩的政府啊，對吧？派政府軍去南部接收啊這個真主黨武裝一樣。這就是特朗普的思路。特朗普給錢、給支援、給武器，讓你政府去把你們這些非法武裝給解除掉。
你想想吧，伊朗在當地幹什麼？人家有政府的啊，他在人家各個政府那兒樹立反對派，給人武器，在那兒製造這個地區動盪，這就是革命衛隊。所以為什麼說他們邪惡呢？胡塞武裝也是啊，也門那兒政府，國際社會認可的政府，跟也門胡塞武裝不是一碼事啊。也門的胡塞武裝是反政府，所以伊朗人拿到錢之後，他幹什麼？他把石油賣掉之後拿到了錢，他不是解決民生，他是到處輸出革命，到處制造不穩定。迄今為止啊，伊拉克的叫真知主黨旅、赛义德烈士旅和努贾巴運動，這個就是在伊拉克境內什葉派民兵啊，這些組織分支啊，反正也特別多啊。這些分支都是伊朗的盟友，這些分支啊拒絕將武器交給國家。其他的什葉派民兵都同意啊，把武器交給國家算了，只有伊朗支持的嫡系啊，這些人拒絕將武器交給國家。與這些組織關係密切的活動人士表示，抵抗軸心，你看就是抵抗之虎啊，即使在美國撤軍後也不會交出武器，並公開挑釁性的呼籲將國家武器限制在派系手中。伊拉克政府計劃引起了伊朗官員對派系所持戰略武器以及由伊朗革命衛隊下屬顧問人員組成的指揮控制中心的擔憂。據兩位政治消息人士稱，伊朗官員告訴協調框架聯盟領導人，這一行動的時機極為不利，因為地區局勢要求盟友保留武器，尤其是在伊拉克。所以說啊，樹倒猢猻散，狼子自顧不暇，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所以他外面養的這些打手小弟也是啊，面臨着滅頂之災呀。我們再看啊，這個敘利亞，這個狼子也開始威脅敘利亞了啊。根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報道，伊朗通過土耳其、伊拉克、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等中東國家向敘利亞發出警告。這伊朗以前是敘利亞的，对吧？跟巴沙爾那是兄弟啊。現在巴沙爾去了俄羅斯是吧？當愚公去了。巴沙爾被敘利亞判了個死刑。伊朗現在通過中間人向朱拉尼發出警告，什麼警告啊？如果敘利亞介入黎巴嫩事務，也就是敘利亞啊，朱拉尼啊，你要是被特朗普忽悠了啊，特朗普不是忽悠讓朱拉尼去打这個黎巴嫩真主黨嗎？說讓以色列人你別去打了，你打事兒挺多的啊，國際社會都討厭你，你就別動手了，我找個人幫你打。找的誰啊？朱拉尼，讓朱拉尼帶着部隊啊去敘利亞打擊啊，再去黎巴嫩啊打擊黎巴嫩真主黨。所以這個伊朗他就恐嚇了啊，恐嚇朱拉尼。他說啊，敘利亞介入黎巴嫩事務，並對真主黨採取任何冒險行動，伊朗將使用無人機和導彈對敘利亞境內100個目標進行打擊，包括敘利亞總統府。你看看這朗子現在是啊，簡直了，那個就是地區霸王啊！你要敢打我的小弟，我就直接炸你，對吧？這就赤裸裸的是吧？保護自己小弟啊！你說你的小弟在黎巴嫩那是非法武裝啊，黎巴嫩政府要求剿灭，对吧？真主党武裝，你說還有這樣的道理？好了，敘利亞以前跟伊朗是好基友是吧？都是正義聯盟的，但是人家敘利亞走了邪路啊，對吧？他不在正義聯盟裡面了，人家朱拉尼走邪路，走什麼邪路呢？這個朱拉尼竟然啊主動的將巴沙爾手上的那些秘密材料，但是最主要的啊是巴沙爾時期搞的核材料，叫黄丙啊，就是核原料初期的，還沒有提煉，但是那个已經初加工了。那個黃丙啊可以用來做贓彈，但是如果你有技術啊，進一步提煉濃縮，那就到幾、5%、10%豐度，最後到90%豐度，最後到武器級啊，那是一步一步的來的。它是還是黃丙，敘利亞在巴沙爾時代藏了不少。哎，朱拉尼一上台，現在主動的把這所有的黃丙交給聯合國移送，為什麼？因為朱拉尼想明白了啊，你這麼一個小國，你就是搞核武器也不行，人家想打你還是可以打啊，核武器保護不了你，對吧？那不如把它交出去，交出去換點錢發展。印度有核武器，巴基斯坦也有核武器，那麼兩國不動不動就掐嗎？對不對？動不動互相轟炸，飛機炸，導彈炸一下，因為那玩意對吧，只能用來嚇唬人，不能真用，誰都知道，不敢真用。
所以你真搞的那玩意儿吧，是个累赘。现在全世界恐怕只有朗子啊，如果有了核武器，它是可能真用，所以坚決不能讓朗子有。你看人家啊，朱拉尼以前可是恐怖分子啊，是吧？朱拉尼一上台，現在人家主動的把核材料交出去，不玩這個啊。你把國家搞好了，你把老百姓民生搞好了，大家有錢，對吧？老百姓擁護你，比什麼核武器都管用，對吧？如果老百姓不擁護你，你就是對吧？抱着100個、1000個核彈有什麼用呢？核彈保護不了你啊，對吧？朱拉尼把這個想明白了，他就把放下了。什麼核武器啊，沒用。朗子也一樣啊，如果你真的想什麼江山萬代啊，像萬世千秋是吧？那你就得在乎你伊朗的老百姓，波斯人，老百姓擁護你，對吧？你這個就是鐵打的江山。老百姓不擁護你，你核彈再多都沒用啊，反而會招來殺身之禍。所以你看啊，朱拉尼想明白了，但是朗子、毛拉還沒想不明白，他們是如果有了核彈一定會用，所以這樣的話呢，就更不能讓他有核彈。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